来看高雄市长的选战，想要来争取连任的市长陈其迈是强调市政优先。另外，国民党的高雄市长候选人关志温是以教育做出发，也讲无论结果是啥款，伊拢感谢高雄人给伊勇气。对轻型电车中岛设计展到台湾灯会，高雄拼转型，要改变过去古老古散的印象。共土平安。台积电进驻，高雄市长陈其迈大拍经济牌。我们现在是全台湾6都里面青年失业率最低的城市。继续加油，让咱的陈其迈这一次上关票，好不好？蔡英文加油！现场画要拼全国上关票。10月2日，陈其迈红山竞选总部成立，总统蔡英文甲前行政院长张俊雄等人拢来徛台，因为这一战从来无希望阁有任何失角策。谢谢，谢谢。 2018年，陈其迈以74万票输给韩国瑜的89万票。民进党20-30年的执政版图去互并过。地方人士观察，经历败选的陈其迈有更加积极收集民意，针对产业、就业、交通、空污4大优先2.0，希望搁拼4年。就算陈其迈看起来色面较好，国民党候选人关志温行家己的路，完全无受影响。在咧教育界超过25年的关志温，屏东潮州人，台语讲甲足骨溜，捌做过立法委员，嘛是电视金钟奖的主持人。6月29去互东来定调，拄起步有影是足歹行。我讲实在，以前圆的变的，查甫查某，大人更加唔知的。即马吼安尼走38区，走到有够拍拼，所以即马大人知影我是啥物人，啊，互我很多的热情。毕竟时间已经过4年，啊，佮中间。 发生这么多代志，所以阮来当讲市长来会当甲阮鼓励，然后互咱大家来个怀念的高雄，啊，就是这款的程度，安尼就好啊。无韩国瑜封家的金言危机，加上过去市民对韩国瑜93万票的无信任罢免票，关老师提出6大教育政见，要拼国际竞争力。关志温对公教变济教的，外界认为这是勇气之战。提至2018年甲2020年，哪力在咧各行政区市长得票率。 通看出国民党传统的票仓，尤其是赢过上侪铁拿票的左营，已经去互民进党并过。国民党要安怎创造奇迹，甲基本盘顾好，桃园、美浓、凤山也扩大争取中间选票，外界高度关注。记者阿敏珍、大伟做高雄报道。